公主啊，保全的意愿。公主原谅。定志在此。这是第二关南岩关，若无太清王的令旗，请恕末将不能上命。请看令旗。来人啦！在。开关。是。开关。还我何人？无老将军，苏神龙回来啊！苏神龙，哦，昂山人啊，果然是苏神龙无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苏神凤，你来离开故乡18年，今仔日下搁再倒转来故土，真是可以可母虎敬你一杯。多谢。哈哈，想起当年你在沙场里见了汗马的功劳，真是年少的英雄。如今老了。哈哈哈，无错，人生如梦，光阴一个过是非常的紧，转一个眼已经18年咯。苏神龙，你拄则一关外咧叫官的时阵，若唔是迄个红衫绿马，老夫也袂认你是当时的先锋啊！哈哈哈！吴老将军，你也叫我从松咯。哦，哈哈哈！记得当时，你又为何陷害？无为啥和你颠倒来带出一个如花似玉的大正公主来为妻，真是因祸得福啊！老将军，你也真爱讲笑。丁将军，
西凉大正公主贬为玉门关。什么？苏神风，这是安怎样？请你解释一我听的。无老将军，当初没将甲王相府3千金成亲的代志，用笔你也知影。这阵当时轰动全长安城，哪会讲唔知的道理呢？你现在我带大战你，所以，原来就是佘先锋你的家务事哦。既然那家呢，应该爱赶紧迎接到大战率入关才用的。四边开。你未免太绝情。是什么代志？公主啊，迄日拍拉在山中，有见识你来结义兄，选定西凉会西上。在心乡啊！什么会诗？这会诗是什么人写的？伊是一个来征召你，为我受苦18年，保全汗流无差米啊！这个保全汗流受了记。将伊来放弃，保全
公主啊，保全的意愿。公主原谅，阮满眼的伤心啊！泪汪汪你欺骗咱。飞马宽步，太青龙变在边关。公主，你这讲什么？我要向中原宣战。公主，你拄则讲什么？你也毋是草人，无听到。查甲明马达江海通知东兄，立刻发兵，移除攻打玉门关。你讲这话是真的？当然嘛是真实的。也毋过你答应就过，对大同称臣，永不再动兵刀。你都会用去欺骗查家10几年，查家为什么都爱为你守信？公主，敢讲你唔惊生灵涂炭，百姓搁再受灾哦？这完全拢是你做事，生灵涂炭，你是罪过，百姓受灾殃也是你造成的。那你讲起来，这场的兵灾，完全是我四平贵来造成的。无唔对。你要发兵，我只有一死，以减轻就我的罪名。龙珠，紧的，你剑举开，你莫安尼吓我。四平贵，决心一死，免得做对负心人了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早到尾发兵就是啊嘛。龙珠，拜托的，你剑
开啦，董主。董主，恁遐阁唔退下，徛在咩创啥物？是，哎，你们听啊，我们今天要干嘛东西？进的。大家对你，会免讲是言情意情。大叔，你若看到伊了后，唔通将我放袂记哦。公主，四平贵并不是负心的，你放心。这句话，大家还阁听有一年。我看你对杨宝钏遐尔痴情，看起来你应该毋是一个负心汉才对。好啊，早家是甲你讲算笑，你也免阁再解释啊。哦，对啦，董主，你甲为好有冤仇伫的，你家己一人倒转去长安，早家实在是真袂放心。啊，无安尼，马达江海，来，将金莲甲带进来。是。老祖，这只金莲甲，你家带咱去身躯边的。假使你若有啥物紧急的代志，你用叫伊传信互我，我即刻发兵来解决。